大家看清楚喎，啲人攞到太陽山個，支龍呢，好前嗰粒嘅，其係木山，樹木山嗰粒，有木山啦，大家看清楚啊！支龍就行過啦，喺嗰個半圓 K 個呢，又係奇人墩嘅喎，奇人墩就會青龍啊，我一招啊，左邊青龍房，大家看清楚喎。款式清楚，啲太壯，你買個現場買嘅格曲，現場買嘅支腳，喺左邊青龍房，左邊青龍房呢，一支腳呢係樹繩嘅，太壯，一裝就立個，盡支腳盡木山，嘅支煙全滿臉土甲啊，最穩嘅嗰啲，堂空車嘅啦。動態俾大家看下，嘅隻堂哥，嘅隻拉到嘅呢，攞個閃裏面啊，嘅隻目標講出啦。好介是二種龍呢，攞個行龍食嘅。嚟在右邊照俾大家看下，有木山行路，木山記住，看喎。右邊包袱噶，騎條片裝，重回復咯。右邊包袱喎，看下啲指甲，啲太壯啲陣來復喎。半年企啲係人多啦，龍車就個撈啦，白龍車就個撈，就個撈以下邊人幫左邊裝。看個右邊泡芙嗰啲片狀，重走啊，炒啊枯咗。唔知道我講過就啦，唔知道我講過就啦，大家都看清楚。堂空車而家啦，大家堂空啦，大家分析清楚啦。而家左邊㗎，左邊啲樹木仔啊。重關咗，前面重複要劍山、樹山、拜山，全部咗啦。外圍呢拍鼓呢，佢係重片啊，重工就全部枯死啦，入片裝啦，看到嘛？對嘅呢。係冇有人呢裝到海啊，就我半年做好，有冇講下動態話？如果買東西太簡單呢，做冇貴嘅咧，有冇涉及到㗎？對呢嘅字冇嘅啲，應該看嘅兩頭功夫啦。有冇講我冇熟掂嘅啲，咁講嘅，冇講動態話。有冇講來做標裝，介紹下，小工嘅，我點知㗎？你冇動力新鮮先冇掂嘅豬肉出啦，那歡樂醃釀，歡樂新鮮。如果我要變泡芙嘅太重，重回復。可能就木山高松啊，就木山啊，木山記住。嘅天呢煙出滿臉苦甲啊，就冇價到噶，大家看清楚喎。半臉企個呢，佢啲係奇人墩喎，大家看清楚喎。木山亦撈龍馬上睇堂嚟賣，高級重富喎。兩邊呢支腳呢，要帶猛先呢，大家冇所謂講啦，亦動兩條風水嘅就動啦，冇動兩條風水就冇動啦。就右邊拍褲呢，又要猛鬆出嚟關流嘅高級啦，就指流嘅龍脈嘅上線呢，咁就指嘅貴氣啦，就唔止龍嘅貴啦。左邊青龍嘅啦，重富咗啦，支腳啊！重負咗一支腳，
講睇㗎啦，木繩搬大家本事下。唔該啦，前面嗰度又係木繩嘅，全木繩啦，係邊全滿面好㗎。而家今年除嘅年呢係滿貫當日嚇，而家成功啦，謝謝大家宣傳噃，啊，仲有佛咧都咧視頻俾大家宣傳啊！